宜兰新的罗东转运站启用了，也毋过因为离火车头较远，县政府就安排往来转运站的公车。也毋过民众认为讲15分钟才一班车是让上过久咯，伊嘛希望讲会当有电话卡，互因会当往来。平日下昼坐专业车，火车煞无乘客。新宜兰罗东转运站启用了后，因为离火车站较远，通勤无方便。县政府推出专业车，毋忙解决问题，也毋过坐人无坐。专接车发车煞无人，司机讲平日除了尖峰时段，坐车人无坐，也毋过假日某一个时段是出现人真多情形。那有接驳车，有，你会使用吗？我不会，为什么？我走路就好了。走路。放假日几乎做不到，因为人太多。人太多根本不好。部分民众认为，买一个专接车用时间来等待，不如直接用行就好，也是希望会当有连贯的防护走路较方便。专接车逐工早起6点服务到暗时8点，15分钟一班次。根据县政府统计，平日早起6点到8点的尖峰时段，专接车坐的人数大约50至60人。假日是伫下昼4点的时段出现人真多的情况。经过这段时间的这个调查以后，我们会在今年底做一个完整的分析。那我们在明年初会将班次做更精进的优化。县政府表示，专接车主要是提供民众铁公路转乘需求，年底进前检讨班次实际坐状况，明年会随时调整。另外，连贯式通行浓度的部分已经并入明年度500万预算做规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